呢一年我發覺有一啲 moment，原來我真係未必得喎，未必頂得住喎，未必係咯。後尾我好多謝今年有幾個朋友同我講話，其實你唔需要一定要頂住，其實你俾你嘅情緒釋放，哪怕30秒，係咯，即係唔好理任何嘅嘢，唔好理你係姜濤，唔好理本身你做咩職業嘅，你釋放嗰個情緒係唔傷害其他人嘅情況之下，俾你嘅情緒好好地去釋放出嚟，係啊，所以我都一直好努力咁樣去做我呢一個嘅課題。呢個係我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課題。我希望你哋今日在場嘅每一位，希望你哋以後生活經歷啲乜嘢都好，幾黑暗嘅嘢都好，都唔使驚，係啊，因為我哋在場嘅咁多位，相信我哋都感同身受呢一種感覺，俾我哋嘅情緒好好地釋放30秒。所以呢一首歌叫做《情緒30秒》。為昨日某件事情，在今日激動未停，也許知根反應。人情間往往亦太豐盛，思想亂了，心境沒法子稍作暫停。害怕爆發你動情，受傷後心路歷程也勁，悠然作聲，如漩渦永遠沒法安靜，紅形或者適應到一命，來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連情緒都可給佔據，仍難放得開所有離散，必須成為累贅或如水戀前後再聚。原來乾脆亦是一種面對。I do care， 有時間傷口中撤退，為求半分鐘不要延長下去，在下秒鐘請及時停下眼淚。渡過着各樣劇情，或生活一份共鳴最好，也能珍惜。好悲怒可會播着了歌詠，仍全力想傾聽這衝擊，常疑問為何受刺激，原來只怪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還是最多可給佔據，幾多必須苦水，有時候也想擊退，這正是難應對，寂寞是難抗拒，別氣餒，期在幸福可以自信，平和半秒，留神半秒，仍然進去。I do care， 原來非錯在自己想下去。I do care， 而純粹傷口很有趣，一點即使走出去時候會否不對，若是遺忘了我，但面前還有你在這裏。再次重申，
望你哋每一位都可以揾到一個自己成長嘅出路。